2026年的夏天，對於謝霆鋒而言，注定是冰火交織的。7月20日，一代傳奇謝賢駕鶴西去，留給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一聲沉重的嘆息。然而，喪父的哀慟船未曾從眉宇間散去，一則更為石破天驚的消息，如同海斥般席捲了整個華語娛樂圈。一組模糊卻極具衝擊力的照片在網絡上瘋傳，畫面中的謝霆鋒，那個在舞台上砸碎吉他，在銀幕上搏命演出的硬漢，此刻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懷中緊緊抱着一個約莫3歲、粉雕玉琢的小女孩。他低着頭，下頜抵住女孩柔軟的頭髮，背影是前所未有的柔軟與虔誠。這組被狗仔隊用長焦鏡頭捕捉到的畫面，瞬間引爆了所有社交媒體。隨之而來的傳言更是令人瞠目結舌，這個孩子是謝霆鋒的私生女。更令人浮想聯翩的是，據傳謝賢臨終前拉着兒子的手，留下了最後的遺言，其中一項便是要求謝霆鋒必須承擔起作為父親的責任。於是便有了那則看似天方夜譚的娛樂頭條，為了這個突如其來的3歲私生女，謝霆鋒竟血然推掉了長達1年的通告，甚至不惜賠付天價違約金。世人皆嘆，這船是我們認知的那個謝霆鋒嗎？那個曾經桀驁不馴、與全世界為敵的少年，如今卻為了一個幼小的生命，心甘情願地跪下了。將時間的指鉗撥回那個燥熱的7月末，謝賢的離世如同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。在悼念的喧囂中，一份所謂的遺產分配方案在網絡上悄然流傳，據稱90%的遺產留給了兩個孫子 Lucas 和 Quintus， 而謝霆鋒和妹妹謝婷婷近得5%。外界一片嘩然，但這近是風暴的前奏。當私生女的照片浮出水面，所有的邏輯鏈條似乎都瞬間閉合了。為何謝霆鋒多年嚟始終不肯與王菲領證結婚？為何佢對這個圈外母親愛莫如心？又為何在父親離世後，以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公開認領這份責任？那張跪地的照片，仿佛是對謝賢遺願最直觀的影像注腳。人們開始瘋狂挖掘那個女人的身份，有傳言說那是圈外素人，也有離譜的猜測指向了相伴20餘載的經紀人霍文希。然而，在霍文希與謝霆鋒本人均未對此發聲的真空期裡，輿論的想象力被推向了極致。謝霆鋒的團隊面對甚囂塵上的流言，首先做的卻是鉗對王菲生子傳聞的強硬闢謠，強調兩人並無生育計劃。這份聲明的潛台詞耐人尋味，他與王菲之間沒有孩子，言外之意，這突然冒出來的女人源頭在別處。隨着深挖的進行，時間線逐漸清晰。3年前，也就是2023年前後，正是謝霆鋒事業轉型的關鍵節點。彼時的他剛剛憑借《怒火》《重案》中的反派角色再度封神，硬朗的武打形象深入人心，綜藝、電影、音樂節四面開花。然而，據港媒整理的時間線，正是在那段密集的工作行程中，他多次被拍到獨自飛往海外。當時粉絲以為他是去處理風味餐廳的海外業務，如今看來，那些行色匆匆的旅程，或許正與這個幼小生命的誕生與成長有關。知情人士在論壇的匿名爆料中寫道：他藏得太深了，連身邊最親近的哥們危都不知道。那個孩子很像他，特別是那雙眼睛，簡直是一個無子理刻出來的。謝賢生前是見過那個孩子的，老爺子雖然嘴上不說，但心裡早就認了。這次走之前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母女倆，怕自己一走，沒了庇護，孩子受委屈。這段話像一把鑰匙，打開了謝霆鋒所有行為邏輯的大門。那個跪地的動作，便不再近是媒體的煽情標題，那是一個男人在向逝去的父親告別，也是在向世界的審視宣告：我承認，我承擔。謝霆鋒為這1年按下的暫停鍵，代價是慘烈的。據業內人士估算，這其中包括了原定於2026年下半年開機的3部頭部電影，其中一部是國際合作的大製作。導演曾盛讚謝霆鋒是香港動作片的脊梁，
船有一檔收視率穩居同時段第一的戶外真人秀常駐嘉賓合同，以及數個國際一線品牌的全球代言續約。這些通告不僅關乎金錢，更關乎他在競爭激烈的娛樂圈中那稍縱即逝的頂級資源。然而，他推得乾脆利落。據傳，他在致電英皇娛樂高層楊受成時，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：老闆，這一年我怎麼都做不了，我得陪着他長大。這種決絕，與他當年為了躲避狗仔罪，寧願在異國他鄉顛沛流離的倔強如出一轍。但這一次，他不再是為了叛逆，而是為了守護。在青島演唱會前夕，他被拍到現身機場，一身黑衣，神情肅穆。那不僅是喪父之痛的體現，更是一種背負着新使命的沉重。他沒有選擇私人飛機，而是乘坐普通航班。有媒體解構這是為了踐行父親 The Show Must Go On 的遺願，用最踏實的方式去完成那場遲嚟的告別演唱會。但亦有人猜測，他是在刻意保持低調，試圖將所有外界的窺探目光都引向舞台上的表演，而將那不堪其擾的私生活緊緊包裹在黑衣之下。在這場關於太爺們的輿論狂歡中，謝霆鋒展現出的不僅是父愛的本能，更是一種與原生家庭和解的深刻印喻。謝賢這一生風流倜儻，對人類雖有關愛，卻因性格使然，更多地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紳士距離。當年謝霆鋒16歲出道替父船債，兩父子在鎂光燈下的關係長期緊掹。然而，當謝賢離世，謝霆鋒在悼文中寫道：他常說的 The show must go on， 那一刻，兩代人的隔閡在生死面前消弭。謝賢用他90年的傳奇人生教誨謝霆鋒的，不僅是台前的風光，更是幕後的責任。如今，謝霆鋒將這個遺願具象化了，他將父親教誨他的擔當，轉身投射到了自己3歲的女人身上。這何嘗不是一種生命的輪迴？那個小女孩，不僅是謝家血脈的延續，更是謝霆鋒對自己缺陷童年的某種補償。他曾經抱怨過父親太忙，沒有時間陪伴。如今他推掉1年的工作，恰恰是為了不讓那個小女孩經歷自己當年的孤單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他跪地的對象，既是懷中的女人，也是天國的父親。他是在告訴父親：你看，我學會了怎樣做一個合格的父親。這一跪出了兩代人的恩怨和解，也跪出了一個男人的厚實肩膀。網絡上曾有一段流傳甚廣的模糊視頻，疑似在那個絲襪庭院裡，小女孩伸手去找謝霆鋒的墨鏡，她非但沒有閃躲，反而任由孩子把玩，嘴角甚至露出了一絲極其罕見的、毫無防備的笑意。那笑容裡沒有影帝的表演痕跡，只有一個老父親面對調皮閨女的無奈與寵溺。然而，這場關於私生女的風波愈未平息，甚至因為謝霆鋒的沉默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有人翻出舊賬，重提當年謝霆鋒如像柏芝離婚後的糾葛，試圖將兩個家庭的孩子進行對比，也有人將矛頭指向王菲，質疑這段歷經風雨的戀情為何容不下一個名分。但謝霆鋒的經紀人團隊此次採取了鐵腕手段，除了對王菲生子進行辟謠外，對於私生女一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。這種曖昧的態度更像是一種保護，保護那個被鏡頭驚嚇到的3歲女孩，保護那個從未暴露身份的母親。據知情人透露，謝霆鋒已經秘密將母女2人安置在了一個安保級其嚴格的居所，並聘請了專業的保育團隊。他本人更是推掉了所有非必要的社區活動，連好友的聚會邀請也一概婉拒。這種近乎隱居的狀態，對於一個曾經站在亞洲娛樂圈風口浪尖的人物來說，無疑是巨大的犧牲。但在謝霆鋒看來，這種犧牲或苦是甜蜜的。他曾在多年前的採訪中磨意流露，自己渴望有一個女人，因為女人攰沾着爸爸。如今，這個心願以一種最意外的方式實現了。他雖然手忙腳亂，卻甘之如飴。他推掉的1年通告，換算成具體的數字是令人咋舌的上億損失，但換算成一個父親的成長，卻是無界的修行。他佢早起給女人做早餐，
佢笨拙地學着扎辮子，佢在夜裏起來查看孩子有沒有踢被子。這些瑣碎的日常，比他演過的任何動作大片都更具挑戰性，也比他唱過的任何情歌都更動人。隨着消息逐漸發酵，業內對於謝霆鋒的消失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。有導演痛心疾首，認為這是華語動作片的一大損失，但也有圈內前輩對此表示高度讚賞，稱這個圈子太浮躁，為了名利什麼都可以放棄。謝霆鋒能在這個時候停下來，非常不容易，這比他在銀幕上打100個反派都要爺們。而大眾的情緒則更為複雜，在社交媒體上，關於此事的討論分化成了截然不同的陣營。一方認為這是好爸爸人設的過度營銷，指責謝霆鋒利用孩子博取同情，試圖掩及感情生活的不穩定；另一方則被這種無條件的父愛深深打動，認為在光怪陸離的娛樂圈，能夠放下身段，放下巨額利益去陪伴孩子成長，實足一股清流。那些流出的畫面，他跪在地上與女人平視，他將女人抱在懷中遮擋鏡頭，他推着嬰兒車在夕陽下散步，每一幀都在重塑大眾對他的認知。那個當年開着法拉利肆意妄為的原子弟，那個用冷漠眼神看待世界的叛逆青年，如今卻以一種最為傳統的慈父形象回歸了。這種巨大的反差感，構成了此次事件最具戲劇性的一環。而關於那個神秘的母親，外界的猜測從未停止，但謝霆鋒用絕對的沉默築起了一道銅牆鐵壁。他似乎在用行動告訴全世界：你可以拍我，但請不要去打擾他，那是我的底線。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，謝霆鋒選擇了一條最難走的路。他本可以利用這波巨大的流量，像許多網工明星一樣，順勢推出親子真人秀，或者發布聲明爭奪話語權，但他沒有。他寧願背負着違約、任性的罵名，也要將這1年的時間留給自己和那個幼小的生命。這不禁讓人想起他在父親謝賢葬禮上那深深地鞠躬，那是他作為兒子的告別，而這深深的一跪，是他作為父親的宣告。從替父還債的17歲少年，到如今為女停工的40歲硬漢，謝霆鋒這一生似乎總是在為家人而戰。他與張柏芝的婚姻雖然破裂，但他對2個兒子的愛護從未缺席。他與王菲的戀情雖然備受矚目，但他始終保持着對個人空間的堅守。而如今，這個憑空出現的3歲女人，成為了他新的軟肋，也成為了他最堅硬的鎧甲。有心理分析師在專欄中寫道：謝霆鋒的這種行為是一種深度的自我療癒，他通過全身心地投入到父親這個角色中，來彌補自己童年時期父愛缺失的創傷。他推掉工作，不僅是陪伴女人，更是在陪伴納森那個曾經渴望父愛的自己。這一解讀讓無數人動容。原來那個在娛樂圈摸爬滾打30年的男人，納森深處依然住着一個渴望被愛、害怕孤單的孩子。而現在，他決定不讓自己的孩子重複自己的老路。當人們旋在津津樂道那張跪地抱女的照片時，青島演唱會的舞台上，燈光驟然亮起。謝霆鋒一身素衣，沒有華麗的舞美，沒有炫技的西口，他只是靜靜地唱了一首寫給父親的歌。唱到動情處，他抬頭望向夜空，仿佛在與某個遙遠的靈魂對視。那一刻，台下的粉絲明白，這個男人已經完成了蛻變。他依然是那個熱愛音樂的搖滾青年，但如今他的歌聲裡多了一份溫潤的厚度。演唱會結束後，他沒有參加任何慶功宴，而是連夜搭乘航班離開。狗仔隊的鏡頭再次捕捉到了他在候機廳角落裡低頭看手機的畫面，屏幕的微光照亮了他疲憊卻溫柔的臉龐，那上面映着的是家中那個小女孩甜睡的面容。他推掉了1年的通告，去換取1000個日夜的陪伴。這對於一個日進斗金的巨星來說，無疑是職業生涯的巨大損失，但對於一個父親來說，卻是千金難換的財富。他用行動重新定義了怎麼叫爺們人，不是江湖上的打打殺殺，
不是大男子主義的呼嚟喝去，而是在人生最混亂的十字路口，在名利與親情的天平上，毫不猶豫地選擇握住女人的小手。這一刻，所有的謠言，所有的窺探，所有的飛短流長，在父愛面前都顯得微不足道。時間佢沖淡一切，但那個跪在地上的身影，以及那個被緊緊抱住的孩子，將佢成為這個夏天最刻骨銘心的印記。它標記了一個男孩的落寞和一個男人的加冕。